各位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深度專題。最近中東局勢嘅火藥味，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美伊衝突再次升級，好多人睇到嘅係炮火，係難民，係油價飆升。社交媒體上面，大家最常問嘅一句話係：美國係咪又想搞亂個世界？但係如果我話俾你聽，我哋目前睇到嘅混亂，其實係一場精密計算過嘅秩序重置呢？今日我哋唔講表面嘅宗教衝突，亦唔講單純嘅核武威脅，我哋要拆解一個更宏大，甚至有啲令人不寒而慄嘅觀點。美國依家做緊嘅，唔係要維持舊有嘅和平，而係要透過一場系統性嘅斷裂，去重寫未來50年的全球遊戲規則。首先，我哋要睇數據。點解係伊朗？喺過去幾年，美國已經先後對委內瑞拉實施制裁，將俄羅斯踢出 SWIFT 系統，並逐步掌控咗伊拉克嘅能源出口邏輯。你會發現，全球主要嘅產油國基本上已經全部納入咗美國嘅合規體系，而伊朗就係呢個環形控制鏈上面最後一塊唔聽話嘅拼圖。根據2025年末嘅數據，伊朗嘅通脹率已經飆升到 42.2%， 里亞爾匯率貶值到$1對142萬。美國嘅策略好簡單，唔係要同你慢慢談判，而係要令你嘅經濟體系徹底崩潰。著名經濟學家 Michael Hudson 提出過一個觀點，呢場戰爭本質上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序幕。美國嘅目標唔係要伊朗嘅石油產量，而係要伊朗石油嘅定價權同流向。當美國控制咗伊朗，就等於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全球20%石油運輸嘅咽喉。一旦重置完成，任何想獲取能源嘅國家，無論係歐洲定係亞洲，都必須喺美國制定嘅秩序框架內運行。呢個唔係製造混亂，呢個係喺能源上封神。講到戰爭，大家可能會諗起伊拉克戰爭嗰種泥沼，但係2026年嘅今日，美軍嘅打法已經完全變咗。數據支持喺2026年初嘅史詩怒火行動入面，美軍展示咗絕對嘅制空權。根據統計，美軍目前擁有超過13000架軍用飛機，係全球後3名國家總和嘅幾倍。點解要打？因為美國需要一個實戰場去展示佢嘅 AI 驅動指揮系統。呢場戰爭唔係打領土，係打系統。透過精準清除伊朗嘅高層領導層同軍事節點，美國向世界傳遞咗一個訊息：舊時代嘅人海戰術或者導彈洗地已經過時。呢種暴力重置係要話俾競爭對手聽，喺新嘅全球秩序入面，安全唔係由聯合國賦予嘅，而係由美軍嘅算法決定嘅。正如有些分析所講，伊朗戰爭係一個壓力測試，測試緊全球供應鏈同數碼網絡喺極端衝突下嘅韌性。第三個維度係盟友體系嘅重組。長期以來，中東嘅權力平衡係靠伊朗同沙特嘅角力，但近日我哋見到一個奇觀，海灣國家如沙特阿聯酋喺行動上竟然同美國甚至以色列達成咗前所未有嘅協調。美國唔再做世界警察去調停衝突，而係做一個莊家去重新劃分陣營。透過徹底壓制伊朗，美國實際上係幫中東進行去極化。佢迫使所有國家都要做選擇題，係繼續跟隨一個被制裁、被封鎖嘅舊體系，定係加入由美國主導、結合以色列科技同海灣資本嘅新中東秩序。呢種重置嘅代價係沉重嘅。根據《時代》雜誌報導，衝突已導致數萬人傷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但喺大國博弈嘅棋盤上面，呢啲被視為必要嘅結構性陣痛。總結返，如果我哋仲用舊有嘅正義對邪惡或者侵略對防衛去睇美伊戰爭，我哋可能永遠睇唔清真相。呢場戰爭嘅真正原因係美國意識到二戰後建立嘅舊秩序已經無辦法維持，所以佢選擇主動引爆局部混亂，去炸毀舊嘅框架，然後喺廢墟上面用能源控制、軍事科技同埋新嘅盟友關係去搭建一套全新嘅全球秩序。2026年會被歷史記住，唔係因為一場戰爭嘅結束，而係因為美國世紀以一種最暴力嘅方式
完成咗佢嘅2.0版本升級，咁你又點睇呢？呢場秩序重置到底係會帶來長久嘅穩定，定係會將人類推向更大嘅撕裂？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如果你鍾意呢類深度分析，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我哋下次見，拜拜。